下啊，再一个啊。你要吃冰淇淋吗？要吃冰淇淋吗？冰淇淋。然后也这样也能卖。ice cream guys. Dạ. 你要练习，然后回印尼卖这个是不是？来，喝杯手出来哦。来慢一点，没给吃看哦。今天果两块的，今天果试试看看吧。我妈跟我说，你今天是不是要去巴黎钓虾？我跟她说靠，要你看，伊咧结账真紧呢。等一下下午哈。我这边5种口味，1杯1种口味哦。好，花生是现在吃的吗？好，那我来拿哦，一个花生绵绵冰，马上吃。好，阿宝不看要什么口味的？芋头、凤梨跟草莓。好，这杯花生绵绵冰只有3个字：浓醇香。等你们吃过之后就知道真材实料跟家乡丁有什么不一样。这个先给你们。